启应文31篇，诗篇127、128篇。出题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建造人就空空着磨；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守望的人就白白惊醒。恁早早起来，晚晚才困，拖磨趁食嘛无采工。上主所疼的人，伊互因好困。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，婴仔是伊的报赏。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，亲像勇士手中的箭。种地把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伫城门口甲对敌争辩，拢袂致到见效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你袂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的某伫厝内，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的囝儿围伫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栽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，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繁荣，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，愿以色列平安和平。